嗱，每日煩惱唔知食咩嘅呢，可以試下呢個酸梅醬翼，非常好味，我兩個老闆娘都搶住食。又嚟啦，妹妹，今日哥哥繼續同你整開胃菜。首先準備啲鵝掌翼，俾啲豉油，再攪勻佢。想炒嘢唔黐鑊嘅呢，個鑊一定要俾啲油啷下佢，再放入掌翼、薑葱蒜，煎香下佢，加啲燒酒。再俾啲豉油，適量清水，少許鹽，一塊片糖，兩塊香葉八角。重點嚟啦，俾2匙羹呢個酸梅醬落去，煮佢半個鐘。呢隻酸梅醬係我喺酒店一直用開嘅，用去整燒鵝啊、酸梅鴨啊，都係非常好味嘅。佢個配料又乾淨，一打開就聞到好香嘅冰花酸梅味。大家可以試下，最後大火收汁，再斬咗佢，剩低個醬汁淋埋落去。你睇脆醬就快啲試下啦〜